伫过去这3天来，毋知影大家敢还阁有记得疫情期间的这段日子。台南市政府特别邀请到金马导演黄信尧，透过影片来回顾疫情前后的变化。很多人会去谈医护人员、护理人员啊，然后市府啊各方面的第一线人员。那我回头想一下，台南市的特色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古都，一个观光的大城。然后就想到，那第一线最冲击的应该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交通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，那是不是用小黄司机作为一个串场，然后又刚好配合到我们台南市有许多的政策，例如说，运送蔬菜啊这样的一个比较特别的，全台湾首创的一些政策，可以来讲这些故事。在疫情3级警戒期间，客停车司机小野出门营业，爱心穿上防护装备，为着卫生问题，定定家己一个人伫外口食饭，回去到厝内嘛爱先用酒精消毒，惊甲病毒传染给厝内底的人。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照顾病人，定定拢无时间休困，非常的忝。其实这个疫情，当然在若干年后，我们回首看起来，它就是一段故事，或者一段期间。但是对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身历其境的人，不管是自己，或者是家人，或是听闻别人染疫，其实都有非常深刻的感受。谢谢我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，谢谢我们的市民朋友们，也谢谢许多影像记录者，他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影像记录以及编纂，能够让现在未来的人对于这段时间疫情期间，能够有一些非常非常深刻的体认。在后疫情的时代，大家豆豆恢复正常生活，台南市政府主动出击，展现疗愈力。而咱家己爱面对的是如何以家己的方式，找到上好的生活状态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台南模式。